自2026年2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切实遵行诫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8章第19、1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8章。你若真正听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一切的诫命，上主恁的上帝要互恁比天下万国搁较强盛。你若尊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这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恁。恁伫城镇、伫乡村要得到祝福。恁生的儿女、土地出产的、精生的，以及牛仔囝、羊仔囝，拢要得到祝福。恁的篮仔甲炒面粉的盆，拢要得到祝福。恁出恁入，拢要得到祝福。遐个攻击恁的对敌，上主要互恁甲因拍败。因对一条路来攻击，要伫恁的面前对7条路逃走。上主要互恁的七仓满满，事事亨通。上主恁的上帝要伫赏赐恁的地赐福恁。恁若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上主要照伊对恁立誓，设立恁做伊圣洁的子民。天下万族看见恁属伫上主，就会敬畏恁。上主要伫伊对恁列祖立誓，赏赐恁的地，互恁所生的、精生的、土地出产的，充足有剩。上主要甲恁开伊天顶的宝库，照季节落雨，互恁的土地，互恁事事亨通。恁要祝福真侪国，毋过毋免甲人祝。恁若听叹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切实遵行，无偏左偏右，离开我所命令恁遮的话，去服侍别个神明，上主就要互恁伫列国中做头，无受支配。切实遵行诫命。申命记28章被称作祝福甲咒诅的篇章。摩西只学强调的是顺服带来祝福，悖逆招致咒诅。经文中清晰呈现两条截然无同的道路：遵守就蒙祝福，毋过毋遵守就遭受灾祸。究竟是对个人到家庭，对城市到乡村，对第二的出产到手中的工作，拢蒙福，直到点悬无点低，做头无做尾，或者是经历疾病、饥荒、战败、流离失所，最终失去土地，受分散到列国，活踮恐惧甲绝望中。关键在伫人是毋是切实遵行上帝所颁布的一切诫命。第1节到第2节清楚指出，得祝福的前提是听叹甲切实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咱毋简单是耳孔听，搁较爱全神贯注领受，用心去明白上帝话语的精髓，将伊深识伫心里。这需要咱对上帝话语有觉悟、有重视，愿意用时间去亲近伊，搁较谨守遵行伊的道。安尼的听叹是全面的，无挑选，
袂打折扣。安尼会听叹，毋是出自对惩罚的恐惧，或者是为着探出救恩，是因着对上帝听甲信靠所发出的回应。耶稣讲：你若听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总是伫现实生活中，贫惰却常常侵蚀咱的心，互咱无法度确实遵守。想要持续确实遵守上帝的话，需要克服贫惰。箴言26章14节指出，贫惰人伫眠床过来过去，亲像门开来开去。贫惰是一种毋愿付出努力、回避责任的态度，也是倾向。常常看见的表现，就是家己爱做的事往后面提延，就算知影诫命也是原则真重要，但是因为贫惰就迟迟毋照得做，落尾导致无法度切实遵守。贫惰会互咱选择上低界限的努力，甚至只是表面上的应付，袂用心彻底执行，是应付交差。贫惰会互人想逃避，也是毋愿承担责任。贫惰也互人要食毋讨趁，回避任何可能的无适当，也是付出，互咱半途而废。若就信仰层面，贫惰可能表现做毋愿读经、祈祷、聚会，也是参与服侍，到尾导致无法度甲上帝建立深刻的关系，对上帝一知半解，对诫命漠视，阁无力遵守。马丁路德捌讲，良机对治贫惰的人无路用，但是勤劳的人通互上平常的机遇变做良机。马丁路德每日有大量的繁重工作，一路是时间紧迫的人，但是伊每日犹原用3点钟做祈祷，温群用祈祷来面对日常事务，温群用祈祷来治愈贫惰。愿上帝听真做强大的驱动力，互咱挣脱贫惰的辖制，切实遵行伊的教导。默想对我来讲，切实遵守诫命，是出自对上帝恩典之疼的回应，也是惊受惩罚，也是想探出什么的心态呢？对我来讲，切实遵守诫命，是出自对上帝恩典之疼的回应，也是惊受惩罚，也是想探出什么的心态呢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你知影我的心疼你，我的喙也学了你，求你互我的骹手也服侍你。明日将来，我的骹手留踮天堂门外，致使我的心、我的喙也袂得入天堂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